今仔的上六日礼拜要开始，礼拜进前，搁一摆提醒大家，请大家手机关静音，也是关机。咱开始咱上六日的礼拜，请走啊！所审判的，就是光伫世间，也人爱暗，较过头伫光，因为伊所行的是歹。见若做歹的，就万分光，也无就近光。行了伊的所行，受责备。独独行真理的人，就近光，来显明伊的所行是伫上帝来行。咱做伙来吟诗，新圣诗第90首，天变黑暗，亲像暝时。请起立来吟全首。天变黑暗，亲像暝时，耳朵叮当就半里，只多主宰为难罪过，是你个。是苏万圣那，苏万圣那，公之国为着灯开，一生中百上帝所赐，遵守的法无亏欠，为难受苦凄惨高极。你所行行拢也
应允，下罪过了大万下，苏万行那，苏万行那，不知故为免行。请坐。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耶稣，伫将近2000年之前，当你搁活伫世间的时，你捌你的门徒讲过，你会经过安尼向侮辱、向定十字架安尼受难的过程。但是伫当时，你的门徒并无了解，甚至是相信。现今虽然即件代志已经成做事实。但阮依然甲当时的门徒共款，阮并无了解为虾米主耶稣，你要用即款遮尔疼的定十字架的过程，牺牲家己来拯救全人类。主啊，阮实在袂当了解甲体会即款的疼。但是透过即个定十字架的疼，咱会当看见济济的人因此改变了因的性命。亲像彼得，伊对三界无认主，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大使者。也是现在，阮的身躯边嘛有济济人用安尼的疼，活出信仰的美好。当阮看见这个见证，阮就开始思考、醒目，想要去了解安尼的信仰。虽然阮每一个人的骹步无共，但是主啊，当阮开始对这个信仰有一点仔的了解、甲醒目的时，求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互阮嘛愿意派去家己的十字架，伫阮的生活中、工作、学，也是教会服侍中，阮拢会当明白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并毋是要展现阮家己有我够、有我有疼心，独咱是要明白主耶稣，你为虾米遮尔疼阮，为着咱死，互阮知影阮是上帝所疼的囝。这礼拜是主你受难的节期，我拢知影这个节期的目的，毋是要为着办则办。求你帮助阮伫这个节期中，会当互阮有更较侪思考、少念主耶稣你的听，也毋茫透过搁偌侪遮的讲道、祈祷、诗歌，互更较侪人会当听见、经历到即款无比的听。感谢主耶稣听阮的祈祷，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想使阮平安。阿门。圣经，今仔圣经有两节，第一个部分伫路加福音23章44到46节。路加福音23章44到46节。日中昼，全地黑暗，到3点钟的时，日的光无去，殿内的窗对中离开。耶稣大声叫着讲：“爸啊，我的神交代你的手，这个话讲煞，开着长。”第二段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24章第1到第7节。路加福音24章第1到第7节。7日的头一日天不光，遐个妇人人带所比办遐个香料到墓，看见石一定对墓门过开，就入去，无看见主的身尸。为着安尼咧丢除的时，忽然有2个人徛伫伊身边，伊想光哪哪。妇人人惊吓，面压落地。迄2个人甲因讲：“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伊无伫遐，一定搁活。恁着记哩，伊又伫加利利的时，有怎样甲恁讲？恁主的确着交伫罪人的手，互因钉十字架。第3日搁活。”圣经读到这。
上帝有歌，就是拄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歌，就是拄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歌，就是拄去世间的罪，赐我平安。俄勒下面社青团契要来俄勒，里面俄勒的歌是头戴荆棘。讲到下面讲到，咱要请社青团契顾问罗长老来讲，来分享伊的讲道。伊的题目是
性命要战赢死亡，光明要战赢黑暗。也这平安晚安，选这个题目：性命要战赢死亡，光明要战赢黑暗。这句话哪像大家拢熟悉，啊，有人甲当作那是毋是咧画口号？咱基督徒拢会，其实才会用词：性命、死亡、光明、黑暗。其实对咱来讲是足熟的，伫圣经内底会时常出现这个语句。这个时阵，大家应该慢慢听这句，是毋是？大家有听过，感觉足熟的。伫3月7日的时候，这句吼上叮当啊！哦，咱来看，即摆世界吼两大的。就大条代志啦，面临两条大条代志，这甲死、甲黑暗、甲性命、甲光明，其实是相当有关系。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毋是口号，毋是干那口号真虚的口号。世界面对的两件大代志，咱大家拢知吼，叫做武汉肺炎。搁在俄乌战争，咱看这两个大代志，就甲死亡甲黑暗的连结。尤其头前这件武汉肺炎，愈来伫台湾来讲是愈来会哪像确诊人数一直爬升，亲像今仔日。1209人，这个全世界我看今仔记录是确诊的是5亿2千人，死亡的呢，大家唔有想讲迄个死亡，坐到拄差第2次世界大战安尼尔啦，620万啦，伫美国的时候伊死的已经超过100万，所以伊死亡的因素是伊的有史以来。上济，伊古早开创这个美国到即马，伊死的是相当济超过100万，所以这真恐怖的这个死亡的事件。这个另外一项俄乌战争，我看咱大家拢有在注意死亡的因素超出2万人啦，敢若有一个城市伊的市长讲死21000人啊！还有屠杀的嘛死1000人，财产的损失，我看了报告讲至少16条，你看迄厝，拢安尼毁灭，变成废墟。所以面对这个数据，全世界伫迄个恐怖的阴影中间。第一人武汉肺炎是因为2年半久大家听到习惯，麻痹啊，大出来的时阵，大家惊吓。但是即马是感觉讲虽然死的真济，但是习惯搁亲像大家拢有心理准备但是俄乌战争呢，互大家搁较惊吓。这是迄个惊吓。来看伊的发生，就是伫2月24日，伊迄天开始进前，美国就有情报有情报要战争，所以甲乌克兰的总统叫做泽伦斯基甲伊讲：你来躲闪，因为俄罗斯的部队要攻入来，所以呢，阮替你安排你的退路去某一个所在呢，先离开去闪伫迄个某一个所在安尼啦泽伦斯基甲伊拒绝，伊个播迄个影片出来讲互大家看到讲呢，伊即摆搁伫首都因为安尼
因为迄阵咧传讲哈，这个总统已经离开啊，多谢嘛，所以呢，戳破这个谣言啦，泽伦斯基讲哈，阮拢伫遮，我要坚守这个铁底，这个俄罗斯甲我当作头号的这个目标，我的厝的人某囝2号的目标啦，但是阮拢会死守首都，阮全家拢会留守乌克兰。伫战后7天的时阵，欧洲的这个议会首先呢，就邀请泽伦斯基的视讯会议甲伊演讲，迄个议会大概摕乌克兰的这个国旗，这个伊的国旗是黄蓝的国旗，搁在迄个标语挺乌克兰迄个标语，安尼大家伫遐听。泽伦斯基讲阮乌克兰的人为自由甲生存伫战，就是讲有飞弹拍来阮乌克兰嘛袂去拍倒拍惊啦最后伊讲一句，讲生命会要赢过这个死亡光明要赢过黑暗，应要归乎乌克兰。所以伊演讲煞的时阵，大家起立鼓掌60秒。咱有看到电视讲连迄个口译迄个记者，听到安尼感动，翻译袂落，哽咽所以呢，伊咧哽咽迄种我想感动真侪人啦。所以这个演讲呢是真大的效果就是互大家激励人的心。咱看这个乌克兰战争上悲惨，就是讲这个独裁的这个政权俄罗斯要甲乌克兰往死地里打，所以有真侪生命的死亡但是呢，生命要赢过死亡，光明要赢过黑暗是因为安尼是安尼演讲的时阵是毋望讲乌克兰全国爱团结，士气爱提升，安尼会当拍赢这场战争。所以遮所有的这个荣耀遮个战争的赢，是因为乌克兰这个国家和大家会当团结，安尼所以荣耀归于乌克兰。头前讲安尼是因为今仔日顶边有看遮的这个看到遮乌克兰战争的故事，我想讲这甲受难节其实会当连做伙啦，因为伫2000年前，咱的耶稣基督伊嘛是面对一生中上大的黑暗甲死亡。遮个故事足熟，我嘛再来重讲一遍，就是讲耶稣医生有3遍的预言，要受苦，要受抬，钉十字架。要受钉十字架进前呢，伊甲门徒食迄个最后的晚餐，然后甲门徒去到赫西玛尼园去遐祈祷，伊祈祷的时阵心内忧愁，极其难过，强要死去。伊祈祷上帝讲一句话，咱大家拢知就这个杯忧伤甲痛苦的杯来离开伊。所以伊祈祷讲我的爸若会做得，就互这个杯离开我，总是毋是照我的意的疼的爱，是照你所爱，毋是照我所爱，是照你所爱。所以耶稣伊面对死亡的时阵，伊毋是安尼就是轻松的面对，其实伊心内伊嘛是肉体。有感情，有血气，伊的痛苦就是安尼。伫迄个时阵，知影伊要面临要死嘛，因为伊有言讲伊会死，所以到迄个时阵，伊才讲求这个杯忧伤甲痛苦离开我。安尼，当然咱知后来伊被掠定罪，佮鞭拍，背十字架，到这个刑场。被钉伫十字架顶，
哦，所以这个痛苦是偌大，迄个死刑十字架顶的死刑，当然是上危险的重犯，就是讲那重刑犯哈，伊在受的这个刑罚啦，迄种死刑。哦，因为边仔有两个强盗，迄个重刑犯嘛，吼。那伫迄个伫十字架顶的耶稣，咱知耶稣是安怎？本来是无罪，担当咱的罪，这咱拢真识对无吼？伊担当咱的罪，所以公义的上帝就爱离开伊啦，爱放杀伊，因为伊是无罪变有罪啊！哦，主耶稣的一生呢，伊是甲上帝拢同在，所以呢，上帝离开伊是为中昼迄个12点到下晡3点这段时间，迄个时阵呢，遍地黑暗，遍地黑暗，上帝的面无过看耶稣，上帝的面无光照耶稣啊！这3点钟呢，上帝放杀耶稣，所以耶稣要死之前，才讲一句话，讲：爸啊，我的神交代伫你的手，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放杀我？所以呢，这个时阵，耶稣极其的痛苦，伊就大声嚎叫了的时阵，咱知开就断去，就是死亡了。到礼拜日安息迄天，会透早天曝光，天曝光就是天光的时阵啦。有2位妇人玛利亚来到坟墓，入去坟墓看，咱拢知，无记得耶稣的身体，因着惊。天使向妇人讲：你写书伫活人中，伫死人中找活人，伊无伫遮。对，迄句足重要。伫圣经有写不要害怕，已经复活了。恁爱会记得，伊要伫加利利的时是怎样甲恁讲？人子的确要交伫罪人的手，互伊钉伫十字架，第3日搁活。所以呢，耶稣搁活，后来就离开坟墓。有妇人伫半路离开坟墓去看迄个亡者的妇人离开了的时阵，因一面着惊，一面欢喜。因去甲门徒讲因拄着迄个耶稣拄着因，甲伊讲平安，安尼。搁再10个门徒呢？去加利利去耶稣吩咐因去的山顶，因去呢就见到耶稣，就甲伊敬拜。咱拄仔看到迄个圣经在底讲，遍地黑暗，遍地黑暗。伫神学来讲是讲上帝面无搁再光照耶稣，迄3点钟，互上帝甲伊气杀啦。所以迄个情景，迄个情景有遍地黑暗，搁再天曝光。伫圣经内底嘛有写，这虽然天曝光呢，其实有这个神学的意思啦，就是清早迄个日光呢，伫黑暗中的百姓呢，捌看过日光。黑暗中的百姓看日光伫死的人呢，因嘛有看过清早的日光。所以咱的主耶稣伊就行出坟墓，坟墓是空空的，这搁我的这个生命冲破黑暗死亡的关系，主搁我伫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为这个主耶稣伊受痛苦、受钉十字架，搁再搁我的生命冲破黑暗甲关系，咱才嘛会当用即句话来讲，
来结论讲，光明要赢过黑暗，生命要赢过死亡。耶稣伊本身是上帝的囝，伊是神，伊是王，伊是万王之王。耶稣是高高在上，耶稣是至权的真神，伊本身就是有上帝的形状。但是呢，透过耶稣的死，败坏迄个掌管死亡的这个魔鬼，战赢死亡，战赢死亡。所以呢，咱信主的人，咱未信主进前，未得救进前，咱迄个旧的人，甲伊同等是一个，无去做罪奴仆，脱离了罪的捆绑。咱共一样嘛是战赢死亡，死亡呢死无去做咱的主人。耶稣过活的时阵，真正彻底打败这个死亡。因为圣经内底讲我捌死，伫启示录遐有讲，耶稣基督讲我捌死，阁有死无甲阴府的锁匙，所以就是战胜死亡，就是安尼。咱面对，咱基督徒面对这个黑暗甲死亡，咱是用什么的态度在面对？咱的惊吓一定看到安尼死亡甲黑暗对咱来讲，咱的反应有可能惊吓、无助就无助啦。还是呢，咱勇敢来面对，还是咱来帮助，找一寡帮助，后来咱嘛有可能是失望、失败。每一个人会对付这死亡的方式无同，但是咱倒来看重要的就是唔免惊，不要害怕。保罗伊上有体验啦，用保罗的话来讲，阮面对患难、困苦、迫害、危险，靠家己无办法得赢，靠家己无办法得赢，唯伊着爱我的主，着爱我的主。伫这一切的代志顶面，咱已经赢家有存，得胜有余。因为安怎，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搁活，现今伫上帝正边，也替咱祈求。所以保罗的这个方式，伊的方式。靠家己无法度得赢，是靠咱的主来得赢。所以呢，因为主是已经死了，但是搁活，安尼，咱就爱听咱的主，才会当赢到有存。所以，伫咱个人的信仰来讲，就是伫圣经。有甲咱教导，咱要安怎面对这的这个黑暗甲死亡，要安怎面对这的困苦。虽然是耶稣基督安尼，伊暂时上帝击杀伊，但是呢，经过死搁活，到我都赢死亡的关系。耶稣又讲，伫圣经又讲伊讲的话就是意思是讲咱基督徒就爱跟对咱的主，就无搁伫黑暗内底啦，无伫黑暗内底，要得到生命的光。所以，跟对耶稣是唯一的方式，信咱的主耶稣就是嘛是唯一的方式。咱基督徒爱真正感觉足荣耀，
因为咱拄到这个死亡甲黑暗的时阵，咱是有方法。你看，我大咧讲，迄个泽伦斯基，伊也毋是实际上毋是一个口号尔，因为伊讲安尼了，伊安尼讲了的时阵，你要看，讲即个战争本来是讲48点钟，要甲乌克兰呢，甲伊消灭掉。即马已经得要2个月啊，佮再剩9天9日就2个月，而且呢，你看迄个形势有改变，应该爱灭掉的愈战愈好。这是乌克兰这个国家团结的力量，互因赢过。但是咱佮特别无共，咱基督徒咱知圣经有甲应允，要安怎赢？所以呢，为着主耶稣已经清楚应允，咱袂当去讲一遍，就是讲生命要战赢死亡，光明要战赢黑暗，尾啊，迄句话倒是重要。荣耀归乎上帝，荣耀归给上帝。以上甲咱分享，来大家来祈祷。阮知今仔日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主也希望拄着迄个死亡，主耶稣极其的痛苦，心内袂堪得。但是阮知，照着十字架顶的死，主伫极端痛苦的时阵，嘛是要显明主。你疼阮到深，疼阮较济，因为阮本是有罪的，伫即个十字架顶的即个主耶稣的死亡，担当阮的罪，因此用你的宝血洗阮清气，互阮白若雪。会当甲上帝圣洁的上帝来亲近。主啊，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是改变历史，重要是改变阮属灵的活命。阮甲即个荣耀归于上帝，若毋是靠主耶稣，靠上帝你的功劳。阮犹原靠家己，搁伫陷伫迄个罪的捆绑中间，阮陷伫迄个罪的深渊内底。但是主啊，阮敢若独独有一项，听阮的主，跟对阮的主，阮就会当伫属灵的改变顶面。主啊，阮跟对主，求你伫这受难节，特别阮咧纪念的时，互阮以后，阮用助力洗阮清气，无罪的属灵活命，来行真理，跟对主理来行。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做伙来吟诗，新圣诗105首，交战结束，苦难拢散，请起立来吟全首。主呀。
对是个我，他就当求的神的光，哈利路亚，世世关系康康的位，主大发山人民军队，万大全国神心敬畏，哈利路亚，优秀我大龙小船，主啊出我心面有暖，愿更贵重愿莫被忘，哈利路亚，地也光啊，救主公婆，我让丢你天动眼望，地上的主眼更被望，哈利路亚，照亮我主替我实施，因福关系我的脱离，万大的我乐因是，哈利路亚，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犹原徛咧，咱来信仰个别，请大家掀开使徒圣经，伫咱的圣诗内底。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性投胎，对十岁仔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父上帝的大名。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下面圣餐，咱甲时间交予牧师。咱要来守圣餐，咱做伙来吟神圣诗369首，跳过阮的想象。咱坐咧吟就好。
你所赐的名，希望袂当断绝，你一生的临在，你应允欢迎我，愿着欢喜互送，阮的心受苦气，超越阮的灵验，拼到背来勇气，错愿合意的灵验，临别你大名海，何天这个观念，心要陪快乐，阮的手册是山，人归修阮圣殿，分享阮了体谅，你的平安甲恩典，你生车最最大，我是心性更变，点到找你的人，因心灵的增添。这是咱伫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教来参加小组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那归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记那着我背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所听兄弟，请咱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恩典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我对主受也捌传予恁。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作声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捧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大声来祈祷，感谢上帝。至圣的天父上帝，阮罪人未堪得，总是阮凭信心照着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宴席，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恳求你用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列伫你面前这的杯、饼、葡萄汁，互阮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惠，也对你恩典的帮赞，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成长伫你的恩典中，一生荣耀你的圣名。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众人所拍破的，恁就行安尼，为着纪念我。请服侍长老。咱用恭敬敬虔
的态度来领受，也用反悔诚实的心，来伫上帝面前来认阮的罪，来领受主的宝血，甲伊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这样所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咱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也甲主的身体来联合，做伙来领受。当最后晚餐，主要所教伊学生食了这个饼，也做伙啉这个杯，就是主要所讲，这个就是新约。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既然恁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两位长老来侍奉捧杯，这个是主要所的宝血，为着你我的罪所流出的，咱就行安尼来孝念伊。这样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宝血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做伙来领受，用感恩的心。
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在在表明主为咱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人三角地地，咱做伙来祈祷。主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听愿的天父，出伫你对世间人的听，愿有份伫今下暗做伙来领受这个圣餐，诚做阮灵魂真活食米，搁有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永远国会好的。阮的主上帝，阮这时谦卑恳求你，当阮愿意甘心乐意，对心底搁一摆奉献阮本身的时，恳求你用你的慈悲接纳阮，帮助阮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荣光主你的名，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收杯。咱即时依然有两项代志，咱来尽力公道。咱首先咱来为着咱中会地区昨昏咱是十间教会的即个联合圣餐礼拜。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咱毋是孤一间的教会，咱是一个伫圣餐的中间的一个联合，所以昨昏有参加的同工就感受，十间教会做伙，迄个真好。咱是做伙，咱拢是主要所基督的身躯的一体。当然教会毋通只有家己的兄弟姊妹，咱爱甲离区，甚至甲中会，有交往有来，有交陪，因为这拢是主的身躯。咱毋是孤单，毋是兄弟爬山安尼家己爬。咱会当做伙来行天路，所以咱来为着中立区，这十间教会，咱会当做会听内底，伫未来的日子，彼此同行，咱的无论小会员也好，新的牧者来嘛好，会当伫遮来做真水的工，因为这是这个社区，上帝爱咱安那定根伫本地，诚做听甲仰望的记号。咱一个人气力有限，一间教会气力嘛有限，但是如果会当有搁较济的即个气力，十间教会联合做伙，咱会当发挥上帝国
疼影响咱。咱即是做伙来为着咱中立区咱所属的德行教会所属的长老会、台中中会、中立区，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的主，我感谢你对柳湾教会伫64年前分析。主，阮伫中立区有柳湾，有德行，也有德行的教会向上，向上的教会向迎，也有大庆、大墩，也有中明，拢是主你所设立的教会。主，你伫今年也竞选着新的区长，就是平和教会的毛志成牧师。主，你来使用伊，来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来推动离区好的事工。也阮离区的无论是妇女还是青少年，阮会当有好的智慧联合来办理。互主你的听，你的荣光，圣神的大权能，福音的溃力，也时常充满灌压，伫每一间主你所竞选的教会。主啊，因为每一间教会拢是属于你的，拢是你所设立的，拢是奉主的名，要伫这个所在，要伫这个中立区做光做盐。主啊，你予阮的使命，我唔通放杀。主啊，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是你交代阮，是你吩咐阮，爱定根伫本地，爱诚做听讲毋忘受苦的记号。主啊，求你帮助阮伫这个受难周12日被高举的日子，阮无忘记伫传福音的大使命。主啊，恳求你，予中立区的正牧者、正长老、正长职、正会友兄弟姊妹，会当彼此相听，实践听的改变。因为主你爱阮，听厝边亲像家己，听兄弟姊妹亲像一家人。主啊，阮亏欠，阮会听无够，阮常常照人的意思血气来行，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的软弱，加添阮听的困难，因阮真正需要你属天的听。愿主你帮助阮，听阮的祈祷。咱也为着台湾的疫情，到伫今仔日。过4位数，阮伫过来也有过偌济的事工，也有上年要去水南教会的活动，也有正教会，甚至台湾社会经济，咱拢受到可能真大的影响。咱伫这个时阵，咱就徛伫这个大镜中间，来为台湾来祈祷，来为台湾求福气，来为台湾求。同心出声来祈祷，至圣的主，万权能的上帝，你是阮的天父，阮是你的囝儿。主，阮得到这个权柄，极大的权柄，就是奉主的名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好当来祈祷。主啊，阮就爱诚做这个时代的先知。诚做时代的祈祷者、代祷勇士，来为着台湾来守护、来用祈祷，来牵调主。主啊，求你帮助阮，予阮有智慧，予阮有聪明，予阮的指挥官，予阮的政府。予阮的官员会当伫这个时刻做出好的决策，也帮助阮的百姓会当守纪尽本分，做好阮的防疫的工作。然后这疫苗注射的人保护力会当提升，或者已经染着病的人。因有好的抵抗力，特别是细囝，伊会当受到主你的保护压榨，无得到演变成做动静，
主啊，互阮伫这波疫情中，阮会当倚靠主你的恩典甲疼痛，阮会当搁一届安然来经过。主啊，实在毋是阮后，是主你的人民一直保护着台湾，一直疼惜着台湾的人民。主啊，阮即时需要你，也求主你唤起阮的教会，唤起阮兄弟姊妹，真做一个祈祷的人，真做一个代祷的勇士。主，阮今日守主你的圣餐，甲主你同坐道，求主你的圣神感化阮的心，搁一届提醒阮，阮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互阮凭信心，也真做阿伯拉罕的后裔；互阮凭信心，也真做真的以色列人，真做主你上帝国的子民。主啊，阮要来领受这个恩典，牵调这个恩典，有份伫上帝国的工。毋是只有求家己的利益，是愿意助力将阮放伫每一个好的所在，互阮尽阮的本分，发挥阮的恩赐，各尽其职，来成全信徒，来起造基督耶稣荣耀的身躯，来起造倒行教会，成做你荣耀的教会。主求你帮助阮，互阮成做一家合做一体，伫主你的厅内底。继续向前行，愿主你听阮的祈祷，引带阮逐人的脚步。愿咱的祈祷，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咱来吟。新圣诗390首，俄勒天父万福。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俄勒天父万福本愿，俄勒天因海交彻，俄勒耶稣修我罪。罪我中保将你满宽，俄勒先心甘把罪力，救赎怜悯恩惠的心，俄勒先百姓听先心三位一体，即先即己。愿至高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踮伫基督耶稣的内面，保守恁的心怀意念。各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今日是受难日，照咱的传统惯例，会暂时将主的十字架来压榨起来，代表主暂时的死埋葬录音符。将来伊要成做活人死人的主，伊要成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上帝。
愿主的平安甲咱伫地，也用期待的心来听候3日后的果活节来欢喜庆祝听候主的果活。就是